红利团队帮助受灾的地方，来到了花莲光复乡，做出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看到好多志愿者手里拿着铲子，脸上有着坚定的表情，一起努力清理村落的泥土，彼此配合，不分彼此。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村子变回干净整洁的样子。这里让人觉得大家同心协力做一件事情的力量真的很大。红利团队总是站在帮助别人的最前线，深深相信只要大家愿意一起努力，再大的困难也解决得了。不是只是帮助，而是展现出了一种爱心和团结的精神。每一铲泥土，每一滴汗水，都是团队精神的展现。做一件事情不光是看结果，过程中靠大家互相帮助和支持，才是最感人最重要的部分。再大的困难都能一步一步被清除，任何看似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要一步一步来，就能迎刃而解。